困苦难移方问归，化作夜，他进门不好所推送应得良医寺庙神，大人病愈方归你，怎奈他生死惶惑，是此生千呼万唤，足因千呼万唤总琴声，是妹妹的琴声。这是妹妹的琴，王娘，林妹妹她已经放过80了，已经放过80，已经。要听京剧把人梦，以啥事来决定，通通昏暗。我好是真不是梦，保佑此生永生之要家情义一转身不见，你可知我罪业难免，天上人间苦事。把这来眼前长夜妹妹因儿伴是悲凄声，把这来一门海岸妹妹来呀也是孤灯后方问，把这来温温腾腾不愿心，心情秘密怕是真，只愿永中梦中曾与妹妹，桃园夜深80年，此情是情深真是切希梦，恰巧难渡这一情。
谈情世上为万情啊，妹妹不在空余影。情啊情，我心已在妹妹去。只留下一副皮囊，随风飘零，随风飘零。妹妹已经去了，你不要太伤心。你是谁？啊，我是你的宝姐姐呀，宝姐姐。宝姐姐，你都是你害死了林妹妹，不是我要报应。带他进，恰巧就坐。你怎么能狠下四寸心肠？我的妹妹呀，你孤苦伶仃去心悲。家在故乡，堂堂正正做新娘，在故乡欢欢喜喜把当妹，在故乡化作
换袖乘着金铜棒，谁愿意一生就成传开？家父家是年路往，谁能差此飞天位？宝玉上来是子长，何况他寻归讨去才生归，我不能将心比心，真诚在将他责怪。
兄弟，你大病初愈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在家中。在家中，我的苦衷只有你明白，也只有你体谅啊！不开的眉头，开不醒的根楼，小辫子早不是的青山绿不完的墨水。宝兄弟，喝碗参汤吧。姐姐，还是你喝吧。这是特地为你准备的，你喝吧。这只百年参参是冯姐姐送来的，太太亲自等的。宝兄弟，我已是等死之人，何必再多此一举？宝兄弟，你一病把身，浑身不行，扶上下乱做一段，老太太为你操碎了心，老爷更是焦虑万分，情色难完呐。你不用色了。虚幻温暖，端要送堂，表面文章。那一那情深相见，不尽挂念，思虑心肠。荣华富贵长久累，比你本是肮脏。一个不和，同情笑脸相迎，一番番机关顺情，人是。我没有忘记，鸳鸯团发去比较，情分配着性命上，金川古今花园闻，名称记。混家计中三郎，林妹妹千里投亲，
到我家，被知青割肉，必是才一下，一斤钱一张张，拿来真情与民，因为一堂堂，再将亲情两心讲，前途是好马万岁好为章，再不信这甜言蜜语弥天大谎，弥天大谎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莫伤心，寻西方，凡事给我好思想，总是责备我规劝，也都是良药苦口，为你费心良心肠。你是太太，我更妙，生西茶一家用苦，不西方只盼你花前月下少流连，家事国事放心上，只盼你明事理去作为，争取公明，最正道自称强，这世俗专家巍瓦堂，他们要的只是功名，只是一块光宗耀祖的宝牛。可他们，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他们的心思，不就是你的心思吗？事到如今，我还能有什么心思？我只盼望着能让老爷太太放心。宝兄弟，身为圣子，不可想父母之恩，为人之道，处事之本，先都置之不顾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你与他们都一样。宝兄弟，你千万不能再身心糊涂了。我不糊涂，我不会再糊涂下去了。你们要的不就是一份功名吗？好，我给你们一份功名。宝兄弟，宝姐姐。多谢姐姐好教训，
想我心，假是过世是他事，事情历尽是真情。倘若我一时浮沉功名不愿，便是那天下不祥。原本情是云，我的有理。化作烟尘风吹尽。世人动好，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共进将相彩虹吧，黄忠一代草没了。妹妹，这世上只有你懂我的心哦。醉了，醉了，从今以后不用再胡闹了。
的盛会呀！承蒙司徒大人关爱，趁我玲珑进关，今日闲暇无事，特来拜谢。老夫特地为文后准备了业务，替文后送信。文后，请。好一朵彩云，出生恨雨，苏长须半鬓闻儿凌波微步飘船舟，咋为生啊偏万愁？盘中风泪，一霎时云里雾里看不透，叫吕布心愿已满。我的眼光最昆凌儿啥子天外斗，莫比是九天仙女下琼楼，况是梦中雨，梦中雨。文后啊，文后司徒大人，儿啊，问不上前见过文后，原来是小姐。是的。哎呀，失礼呀，失礼！不知这不为谁呀？儿啊，要算见过李文后，没见还礼。因我情绪也风寒，城中吕布过不完，可惜是为虎作伥不回返，功夫命啊，吊船先生失联啊！文后，小女所闻，文后英名，仰慕奢求，尚在闺中赞叹文后乃是当时唯一啊！故儿本得文后今日过府，则意要为文后献舞啊！哦，小姐不但在闺中常常障碍，还这一为爱献舞。是啊，小女不但准备了业务，这文后头上的金冠，这金冠么？
也是小女亲手奉旨。哦，这经过乃小姐亲手为不奉旨，正是。是此，请小姐恕不他理。问候啊，问候！问候，难得今日高兴，何不将当着胡老官大转之后一事说来与我们听听啊？小姐面前正好夸口。哎，问候为民，天下皆知，实色于何方啊？哈哈啊，你可愿听？儿愿听。小姐愿听。好，题目接来。那一声胡老官爷拜尊长，桃园兄弟要与吕布交尊长，那刘关张非同一官臣，一个个妇女称高强。关云长回他道还是孟婆娘，张翼德听什么永塞金刚，关于那刘玄德长剑刺铁将，将军你人生的三顾吧。连带他桃园兄弟俺对子囊阳，俺一关瓦解是蛟龙草海洋，掀起了千层多桃半夜郎，赤兔马三爷呀，把那铁正长杀世间风卷皇上。尘土娘，你来我往厮杀了，说不回儿自杀的刘关张，左着右当，左着右当，落了王者这听传闻，竟是温厚实来，皇陵几境，故算是英勇无比呀！吊传有缘得见当世英豪，实是三生有意。小姐夸奖了，夸奖了。啊呀，温厚，老夫刚刚想起曹王还有要事，这个哦，计算大圣曹王有事，小将暂且告退，明日再来拜访。哎，慢嘞，慢嘞，哪有不欢而散的道理呀？小娘小女谁次陪伴温厚饮酒伺候让啊？小姐在此。是啊，哎呀，好啊，这使不得吧？哎嘿，我与你那是通家之好，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啊孩儿啊，你就在此陪伴温厚，为父区小来。弟弟，啊，他人，你要快去快回呀！知道了。
此算是英勇也。小姐姐子，历史英勇，就该是我啊！小姐。
痛披须，总以为戎马一身身飘绿，想不到吕布今夜与闺中遇。今日有缘来相会，得与你小姐一相对，难得你环顾妙舞一垂眉，夸我敬我是子玉，难得你锦绣芳心常采过，是我念我暖心头，最难得你特地为我云珍绣玲珑金冠心意呀后，是这段深情蜜意是早有，这天降奇缘是我吕布先思绪，窈窕淑女君子去。小姐姐子屡试英勇，何不与我怎样？英勇美人结乱尘。你问儿，我好意叫女儿相背，你尽管戏弄于他，你大哥，问儿，莫非你却在了？我今罪也。啊，问儿，你看小女是何啊？吊错没成也。将小女许配问儿，你看怎样？大人，此话当真？当真？好，岳父大人在上，请罪小婿一把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但不知这婚期定在何时？等我来算算日子。今日就是今日。哎，来不及的。明日乃是月季呀，哎，月季也无妨啊，使不得。后天乃是单日，这个这到哪了？好，正定16日，老夫亲送小女姑父完婚。16日16日一定一定有准。有准。好，岳父大人，小婿这就为父赔礼告成。带马。